對未來嘅好奇心可能係每個人都有嘅天性，當可以預知未來，就可以趨吉避凶。所以當有一個人話畀你聽佢可以預知未來，可能你都會對佢趨之若鶩。世界各地都有唔同嘅預言家，印度神童、保加利亞盲眼龍婆等等，而日本都有一個當地家傳戶曉嘅預言家，亦都係今日嘅主角藤田小呂姬。藤田小呂姬本名藤田東亞子，出生於1938年1月4日福岡市。佢嘅父母喺佢好細個嘅時候已經離婚，佢只能夠跟住母親生活。身住單親家庭嘅藤田生活本來已經唔容易，加上遇上第二次世界大戰，令到佢嘅生活更加困苦。佢屋企亦遭到空襲，之後佢只可以寄居喺唔同人嘅屋企，過住四處流浪嘅生活。1947年，當時9歲嘅藤田小呂姬聲稱遇到一件改變佢命運嘅事。佢話有一日，佢喺朝早瞓醒嘅時候，發現咗隻狐狸企喺自己嘅床頭。佢同狐狸竟然可以溝通到，之後狐狸就賦予佢超凡嘅靈感同預知未來嘅能力。藤田小呂姬自此開始作出唔同嘅預言，例如喺1950年，藤田當時仲係小學6年級。產業新聞經濟，即係而家嘅產經新聞，就喺社會版以一個奇蹟少女出現嚟介紹藤田係一個算命好準嘅女仔。之後，當時產經新聞嘅社長前田久吉仲幫藤田喺產經大樓內開咗一間占卜店。前田久吉嘅後任社長水野成夫仲聽藤田講，將產經新聞嘅產經由片假名改為用漢字，可以睇得出藤田小呂姬係幾咁受歡迎。隨住唔同嘅預言成真，加上藤田本身個樣生得唔錯，令佢引起咗日本各大媒體嘅注意，大肆報導，更加稱呼佢為奇蹟少女。佢成日上各大電視台或者報紙，紅極一時。喺傳媒大肆宣傳之下，唔少名人都成為咗藤田小呂姬嘅顧客，包括咗日本前首相岸信介、福田久夫同埋松下電器嘅老闆松下幸之助。其中藤田一次較為出名嘅預言係關於日本前首相岸信介。佢有一日問藤田小呂姬，日美安保條約會唔會通過？藤田就回答佢，放心，會通過嘅，不過作為代價，你嘅內閣都唔會維持得太持久。1960年6月19日，日美安保條約簽訂，但岸信介嘅內閣亦都因為喺應對安保示威運動嘅時候失當，喺4日之後集體辭職。此外，據說藤田亦作出其他預言，包括明仁親王，即係後嚟嘅明仁天皇迎娶平民王妃，韓國總統朴正熙嘅暗殺事件，同埋中國總理周恩來嘅去世。而其中佢到學生時期嘅王貞治預言佢將來會喺棒球界取得成功嘅事，亦都特別有名。23歲嘅藤田小呂姬喺1961年同一位地產經紀結婚，不過呢段婚姻並唔成功，佢哋3年之後就離婚啦。雖然情場失意，但藤田嘅工作就越做越順利，揾錢揾到手軟，富甲一方。喺當時車仲係非常罕有，但係年紀輕輕嘅藤田就已經有幾億嘅資產、5架車、私人飛機同埋高級別墅，可想而知佢係幾咁富貴。不過好景不常，喺1968年發生嘅一件事，令到藤田小呂姬由神壇跌落返凡間，神話破滅。1968年3月13日，藤田小呂姬投資嘅間桑拿房起火，而且有員工喺事件中喪生。因為係負責人嘅關係，藤田被起訴過失殺人罪，最後喺1974年被判罪成，需要判監10個月，緩刑3年。事件對藤田呢位占卜師嚟講，可以話係一個毀滅性嘅打擊啊！佢竟然連發生喺自己身上嘅災劫都避免唔到，令到大眾對佢嘅算命能力提出咗質疑，甚至係批評。最後一啲長年支持佢，甚至係有權勢嘅人都唔再相信佢。喺呢個背景之下，藤田對日本嘅影響力同聲勢都大不如前，甚至被指為日本第一女騙子。最終喺1970年代，藤田連埋佢嘅養子藤田五郎一齊移居美國夏威夷，慢慢淡出日本圈子嘅生活。當大眾開始忘記藤田嘅時候，喺1994年，一件事件令到藤田小呂姬呢個名字再次出現喺各大媒體上邊。藤田小呂姬1970年同佢嘅養子藤田五郎移居咗去美國夏威夷之後，憑住之前所累積嘅財富，兩人過住逍遙快活嘅生活，
雖然不愁衣食，但係令藤田小女基最頭痛嘅係佢嘅養子五郎。原來五郎結識咗一班損友，仲成日借錢俾呢班朋友。當然啦，呢班朋友梗係有借冇還。時間好快去到1994年，夏威夷檀香山一間高級公寓嘅其中一個單位發生火警，接報嘅消防員好快到場將火救熄。而喺起火單位入邊嘅一個衣櫃，佢哋發現咗一名女死者，就係藤田小女基。起初大家以為藤田係因為走避不及匿入衣櫃最後遇難，但最後檢查發現藤田身上有槍傷，佢並唔係死於火災，而係被謀殺。警方其後發現藤田小女基喺案發前1個鐘左右，大約下晝4點嘅時候打個電話去銀行。當時接電話嘅銀行員工感到藤田喺電話嘅聲音好驚，佢要求銀行將2萬蚊美金現金送到佢屋企，但銀行冇呢個服務，需要藤田本人親自到銀行攞錢。藤田就話有個男人喺佢屋企，佢需要呢筆錢，職員揾上司幫手，但電話好快就收咗線。職員覺得事有蹊蹺，所以聯絡咗日本領事館。當領事館職員去到藤田屋企嘅時候，就發現發生咗火警，最後報警。警方調查後相信藤田俾人打劫，但藤田冇喺同銀行職員講嘅電話提過男人係邊個，男人亦都冇同職員講過電話。當時有知情人士同警方爆料，話藤田嘅養子五郎因為朋友成日借錢唔還，所以俾母親限制咗佢嘅零用錢，而警方亦都聯絡唔到五郎，所以五郎就成為咗嫌疑人之一。不過喺同日嘅晚上10點幾，距離藤田小女基公寓嘅一間酒店停車場又發生咗火警，起火嘅係一架紅色車。喺火警被救熄之後，喺車入邊發現一名手腳被綁嘅男屍，死因同樣係胸前中彈，而呢個車內嘅屍體正正係嫌疑人藤田五郎。咁兇手又係邊個呢？藤田小女基母子同一日遇害，喺夏威夷同日本都引起咗關注。正當警方調查兩母子嘅關聯人物嘅時候，有一個嫌疑人就俾警察鎖定，佢就係當年28歲嘅福佐雷太。喺案發第2日，喺藤田住所附近嘅一間當鋪入邊，福佐入去買咗好多女性嘅首飾。咁啱老闆認識藤田小女基，所以認出福佐拎嚟賣嘅首飾係屬於藤田。老闆立即報警。警方調查咗福佐雷太，佢係藤田五郎嘅朋友，兩人係潛水俱樂部嘅成員。福佐仲成日問五郎借錢，當然一路都冇還啦。而藤田嘅屋企俾人大肆搜掠，好多貴重嘢都唔見咗，明顯犯人就係缺錢。而福佐更加曾經4次因為非法持有槍械被捕，所以警方就打算請福佐去問話。但係福佐喺案發第2日就買咗返日本嘅單程機票返咗日本，而福佐返到去日本嘅第一件事就係去咗神奈川縣嘅警署，主動交代話自己同案件無關。問題就嚟啦，當時係未試過將日本人由日本引渡返去美國，最後美國喺有神探之稱嘅李昌鈺博士協助之下，揾到決定性證據。喺福佐一張棄置嘅梳化上面揾到藤田五郎嘅血跡、藤田小女基嘅頭髮，同埋同藤田小女基體內型號一致嘅彈頭。當證據確鑿之後，美方同日本交涉，最終喺1994年5月11日，兩國根據美日之間嘅引渡條約，福佐正式被引渡到夏威夷受審，亦都成為第一個由日本引渡去美國嘅日本國民。喺審判入邊，福佐雷太只承認處理過五郎嘅屍體，反而指兇案係一個黑幫下嘅毒手。最後由於證據都指向福佐係兇手，佢被判罪名成立，被判處2次無期徒刑。去到2013年，福佐申請假釋嘅時候，仍然否認自己有殺人。當大家都漸漸忘記呢件事嘅時候，喺2024年10月14日，福佐雷太呢個名字突然再出現喺各大傳媒嘅報導入邊。佢喺獄中被殺。殺死佢嘅係佢嘅同室獄友。福佐嘅前律師表示，福佐服刑30年嚟，從未遇到過任何問題。佢與幫派無關，佢同所有員工相處融洽。福佐雷太被殺，令到藤田小女基嘅往事再度被人提起。其實藤田小女基被殺一事一直都有唔同嘅傳言，其中一個講法係藤田小女基多年嚟為唔同嘅名人占卜，而佢會將所有嘅事都記錄喺一本筆記簿度。而本筆記簿即係有好多不為人知嘅秘密，而呢本筆記簿喺藤田死後亦都消失得無影無蹤，所以有傳係有一啲有勢力嘅人士為咗令呢本筆記簿消失而滅口，但真相係點？可能只有當事人先會知道。鍾意呢條片嘅朋友記得 Like、Subscribe 同 Share 啦，我哋嚟緊會為大家帶嚟更多嘅奇聞異事。